续来看，必威食品公司涉嫌使用着工业用的双氧水来浸泡着猪仔大肠，这猪肠啊，至少卖去4个县市，包括台北的宁夏夜市，有一间卖臭豆腐的，就卖440公斤。这间臭豆腐的顶厂是徛夜市边啊，一间叫做利泰的肉店。负责人陈先生讲，伊嘛真委屈，讲进货时阵并无闻到奇怪的味。伊嘛要求必威食品公司的负责人爱甲整个宁夏夜市来道歉。老板，可以问一下那个猪大肠的事情吗？铁门拖落来，安怎卡就是无人信。这一间肉商电火全部拢禁，内底暗嘛。无偌久之前，捌市卫生局才来遮稽查。这间在宁夏夜市旁边，位于巷子里的利泰肉店，负责人陈先生就是向百威购买问题猪肠的中盘商。照理说上午应该是营业时间，但可以看到现场是铁门紧拉，无人应门。几点钟前，阁有伫咧做，半暝仔嘛有伫咧做。这一片牵涉乌心猪肠的事件，肉店负责人陈先生化冤枉，讲伊进货时无闻到臭味，却加入食安的问题，感觉真委屈。这件代志嘛影响到规个宁夏路，会要求百威负责人向宁夏夜市回息嘞。从6月开始，一直到9月的这个期间，分批较多次。那它最主要是卖猪肉、内脏啦，这些大肠啦，就是有客人要的时候，他们才会去调货。北市卫生局调查，利泰肉店于6月开始销售向百威食品近674公斤的猪肠啊，而且逐个月拢有挂货，拢总挂440公斤的问题大肠，互宁夏夜市的臭豆腐打，剩234公斤是未互散客，而且这一间肉品商无法度提供完整足费的单据，佮涉嫌走税，已经转互新北市府操办。这是卖臭豆腐的业者进前讲，敢若含陈先生叫过100回，进货数量嘛对不起来。老板他有说，在稽查员前往稽查跟记者在访问的时候，第一时间他很紧张，所以他忘记了。那这几天他有仔细的回想，所以他有回想起来，确实从6月份开始，他每个月都有跟利泰调货。乌心猪肠啊，流向上少4县市，即马百威食品扣面临停业，嘛扣重罚5400万。卫生单位喊咧严办，就是惊民众吃歹巴肚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